多谢立安来看这个救人画面，有登山客掉入中部的山区，出动警消人员去解救；有4个登山客去爬这个南投信义乡的这个200号，这条山呢，淹过到下晡时，因为歹天落雨又过大蒙，这个溪水又过涨大水，阵咧掉入山顶，无法度落山，而且所在粮食嘛无够，之后呢，拜托警消人员该斗3工，南投消防局呢接到这个报案了，赶紧呢找人去甲救。原本呢，估计差不多上无爱3、4天救援时间。真加载，伫当地了解这个山区的地形，原住民的技巧协助下，为3天变1天，迄1天就将这4个登山客平安甲救落来。溪水直直对下骹墙，救援人员行到对岸，若是无桥在，一个无细字，都有可能互溪水冲走。现场救援的状况真惊险。这边做拦截点哦。山区的天气真歹，落雨加上大蒙，增加搜救难度。搜救人员经过几下的撩溪区和结果，总算找到掉伫山顶的登山客。派出有一个资深的同仁，他率领3位3名的山搜义消，那我们就是连累赶往救援。在这个过程都必须要溯溪，那碰到一些峡谷的地方，还要做一个高绕。所以的话，这个的话是相当辛苦跟危险的。21号下晡3点，南投消防局接到通报，有4位登山客掉伫信义乡200号山，因为天气歹，原本算要伫21号落山的登山客无法度落山，而且嘛无物件才需要救援。不过山区的地形复杂，消防人员只才用3天的时间，才有机会接触到掉落的民众。不过伫在地原住民以下的协助，一天内伫22号下晡3点，都找到掉落的登山客。所以他们今天的话，这个路线是要走水路回来，是相当的危险。所以说，他们今天会做一个预防性的报案，申请救援。我想这个是对的。好佳在警消反4位登山客是人拢真平安，伫搜救人员的带领，登山客一路沿水路行出山区，成功脱困。消防局嘛提醒登山客，若是登山到一半，发现天气歹，直接冒险落山，可能会发生意外，要记得预防性报案来求救，才会当避免憾事发生。